进来念诵的部分呢，这个是火，什么种种现现，水月万花相是吧？是。相续漂泊，轮回，众有情，自心光明法界中修习，以四无量发大菩提心。那这个跟我们平常我们这用的这个无家心的版本，这两个有点不一样嘛，对不对？一样还是不一样？不太一样。哎呀，这两个版本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翻译的版本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个不重要。那么内容意思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前面就是念或种种现现，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或是一个非常殊胜，也是非常玄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音，所以我们就是要念到或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部分来说的，我们就先就相当就非常欢喜、非常奇妙的一个音。那么为什么说奇妙呢？就是因为那么在自己的内心，可以在过去从无数的时间以来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过的一种殊胜的一个因缘跟机会，那么能够可以在自己的在这个心性的这个本性之中呢，能够可以在光明界中呢，能够可以在获得一个可以休息的一个机会。那么为什么叫做休息呢？在过去在轮回当中呢，一直都没有休息过的，就是谁？是我们自己的心因为自己的相当就是在这个来说的，我们自己的一生当中，也是可以在往推到我们自己所从小大概就是4、5岁那么5、6岁有一些自己就是相当就是懂得一些，现在就可以在回向的这个记忆当中，能够可以记得我5岁的时候，好像我6岁、7岁、8岁这样，那种时候到现在就是30、40岁、50、60岁、60、70岁的这个过程当中，仔细的去观察我们的心真的有没有休息过一天的时间。我们的心真正的仔细的去观察的话，就是连1分1秒钟都没有停下来过，也都是一直都是一种紧张感，一种就是不满意的一种就非常就是忙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一年一年的岁月过去，然后我们就在一天一天的就身体就是不断的在变化，但是心有变化吗？心没有太大的变化心的那个欲望呢，就是变化是欲望越来越大，但是没有变化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学习了多少的文化学习了多少的知识，我们就挣了多少的钱，然后就在时间法方面做了多少的成就，但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那个安静的一个休息的机会过。所以呢，我们就是现在开始呢，就是为所有一切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放下我自己的自我跟我执。如果没有放下自我的这个我执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圆满的菩提心，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胜于菩提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持的方法。所以我们就从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没有放下我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点一点的能够可以成长，能够为一切众生的这个善的心为一切众生的慈悲心。那么在这个一点一点增长的过程当中，要达到胜于菩提心的真实的这个结果，还是要依靠这个禅定的。那么所谓的禅定是什么呢？那么就这个我们就是修的意思。那么修都是我们现在这个修持大圆满的这个前行的时候，那个开始就一直都是有在思维跟打坐。
那么我们在修持打坐的时候，那就是前面已经都讲过了，就是两种方式。第一个方式来说的，一直不断的在观察啊；第二个方面来说，一直放下，然后在那边静坐。这两种方式都是必须得要经过的。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要修菩提心的，发菩提心的时候，前面也是经过了四无量心的修持，这些都是在修。那么在修的这个修持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以合理，而且是达到那种如法的这种标准的情况下，那才会得到真正的这个摄与菩提心的成就。所以这个没有达到之前呢，就是连续的修持，连续的修持。那么修持的过程当中，都是必须的要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经过六度波罗蜜的这个教育六度波罗蜜的方式来可以能够进行，能够可以圆满啊。那么在这个或种种显现，就这个或种种显现水月幻化相。那么在这个轮回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一个众生的从怎么说呢，来跟回的，以这样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东西。那相当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显现，就是今天是看到的、想到的、得到的、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一切都是实际上来说呢，就相当就是在水中的月亮一样，或者是就在梦境跟或者是一个幻想就以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唯一的得不到休息跟唯一的得不到安静的是谁呢？就是因为自我的这个心。我执呢，就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安静，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休息。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得不到这个休息的人是不光是自己，就是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那么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已经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我一个人能够可以得到一个安乐，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因为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亲，就像比如说你今天你的母亲在一个地方，就是怎么说呢，穷到都吃不到饭的时候，饿的肚子都已经是以这样的一个难受。以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你自己是做他的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那么就是享受一个就像天堂一样的一种程度的话，你心里会开心吗？明明知道你妈妈在那边一直饿肚子，我现在在这里享受美食各种各样的，那么就是在一个天津一样的一种生活的话，你心里会得到开心吗？那当然是得不到快乐的，甚至你可能就是在不知道你是在怎么使用这些美食，或者是怎么样的过这个生活。因为我妈妈在那里那么的痛苦，那就你就更是你自己就是更是有这些享受生活的时候，更会想到自己的妈妈，所以就心里就更痛苦的，所以就一直都会想，我就这样是我就不应该的，一定就是因为妈妈在那边一直那么的辛苦。如果是我跟我妈妈一起能够有享受这些生活的话，那是一个多好的事情，都会这样想嘛，对不对？只要是一个人，他是因为人的善良呢，就是又比其他的众生还是更能够可以灵活一点，因为就是想得到的，所以就是所以实际上呢，就是你跟你妈妈今生呢，就是相互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跟恩的，但是一切众生跟你呢，就是生生世世当中都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两个来说到，就是人的智慧又没有办法达到在前世或者是以后的来世生生世世，所以呢，就是佛陀让我们知道，在这个生生世世的这整个轮回的这个一切过程，都是那么我们所谓的当作是真实的任何一个东西，实际上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那么水中的月亮实际上可以叫做月亮，你看到这个水里面的月亮，你也可以说我看到了月亮，但实际上它不是什么真正的月亮。那么真正的月亮还在天空当中，但是水中的那个月亮是一个月亮的一个影像，显出在水里面的。那么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的一切的世事，那么我们认为是事实的一切东西，都是在
好比就是水中的月亮跟在梦中的一切事情一样的，或者是一种幻觉之中所幻化出来的一切东西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是在有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一些比较远处，那就是会有一些阳光或者是那些怎么说呢雨水的一些这种的结合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彩虹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或者各种各样的变化。那么这些实际都是不是什么真实的，这是一个一个幻觉。那么在梦里面的一件事情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有这些幻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没有得到过任何一个可以安静的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那我们以后的话，什么时候才会得到安静？那么没有成佛之前，没有成到菩萨果位之前，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得到。没有达到这个圣与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前呢，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得到安静，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为这个努力，而且是呢，怎么说呢，尽量的在念诵的过程当中，念诵的这个里面的词句呢，就是内容一个一个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经济努力的修持，就是我们就又重心就是放在那个为了要我和所有一切众生获得菩提果位，所以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观想，一直不断的在思维。那么一直不断的思维这个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断除一切我们实践的有的没有的这些想法跟一直不断的造业的这些想法都会断除。所以我们就是真正的可以休息的那个空间是从哪里得到？我们就是从我们自行的光明法界之中。那么我们自行的光明法界到底在哪里？就是这也不在外，也不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自己的本性之上，本质之上。那么自己的本质之上，这也不需要再从别处能够可以再求我从哪里去？我们今天在这里修，从什么很远的地方，我的光明在那里，我的自信光明在很远的地方。多少个距离，那是不是月球上或者星球上？不用这样去想，因为我们的自信光明就是本身就是在自己的这个怎么说本质之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本质之上能够可以获得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是最为殊胜的。所以前面所讲的惑是最殊胜圆满的，我们就是这个呢，就是就非常细渺的一个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惑呢，就是也有些人就是惑，就是相当有点那种怎么说呢，悲伤的一种一种呼唤的一个这样的那个解释的人也有。但是我们的法王上师本马格桑法王，他呢就是完全就是最重视揭示这个惑呢，就是一个非常吉祥非常圆满的。因为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我们相当就是修持大圆满法的人，那么就是最重视的呢，就是在自行光明法界这个部分来说的非常的重要的。自行光明就是我们最后能够可以在真正的能够解脱的是我们的本质的光明之上，所以这个方面呢非常重要。所以为了这个，因此我们就是要发四无量的菩提心，所谓的那个大菩提心，大就是那么就是广大利益一切众生的那个大菩提心嘛所以就四无量，前面我们就所讲的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方式去不断的修持。我们发心的时候呢，就是四无量心，我们前面就是在一堂课讲过四无量心，讲述圆满了，那么就是不是可以已经是这一生当中经过一次这样的一个听课跟学习就可以，然后以后就不需要吗？那这是肯定不是的。我们在每次的这个发心的过程当中，都是要慈悲喜舍一个四无量心的一个方式，来能够可以在呈现出自己的真实的这个信心跟真实的为一切众生的这个慈悲心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
难解万能之个也，自尊自恋着刚着我